係啊，今次真係生活新體驗。啱啱我喺沖繩翻嚟啦，咁啊呢一個旅程令我好感觸，因為我哋玩咗直升機啦、Sea Walker 啦，仲有Zip Line。阿女突然之間同我講我開始羨慕我自己啊！嗰一刻我靜咗落嚟，真係百感交集。12年前我剛轉行加入保險業，其實頭10年真係唔容易，每日都要拼搏見客，又要照顧2個咁細嘅小朋友，接送翻學、陪讀書，仲要關埋佢哋嘅情緒。嗰陣時時間完全唔夠用，壓力大到爭啲想自己匿埋喊。所以我好多時咧都諗係咪自己要揀錯行嘅，但係呢份工咧就等我慢慢可以揾到平衡嘅可能性。保險業帶俾我嘅唔單止係收入，更加係時間嘅自主同埋生活嘅選擇權。唔使朝9晚5喺 office， 幾時見客、幾時湊細路放學都係我話得事。佢哋需要嘅時候就可以即時出現，可以喺佢哋成長嘅過程中真正嘅在場。就好似今次沖繩之旅咁樣，我哋話飛就飛，幾有彈性同埋資源。我哋一家人經歷過風風雨雨，終於帶嚟今日嘅晴天。其實唔係天氣嘅晴天，係心情嘅晴天。其實旅行嗰晚，我真係好多謝自己當年係肯轉行後堅持，仲要冇放棄。所以我好想鼓勵正在聽緊呢段說話嘅你講聲，如果你都渴望有一份可以自主人生、照顧屋企同埋發展事業嘅工作，保險業真係可以俾個機會你。其實改變一啲都唔容易，但係值得，因為我哋值得擁有更精彩嘅生活，我哋嘅屋企人更加值得擁有更鬆容嘅我哋。如果你都想為自己或者屋企人去創造多一個選擇嘅話，隨時揾我，我希望可以分享到更加多俾你哋知，記得揾我啦。